国民上新的现场继续要来关心2020年总统大选号码已经出来，民进党派副总统候选人赖清德来抽了3号，总统撰文人面册嘛拄则换上新的相片，伊话讲3张选票来顾台湾。总统撰文下则参加公务行程有上新的回应。因为今天这个公务行程是比较早上多一些啊，所以我们请我们的赖副总统候选人去抽签啊，不论是哪个号码，其实对我来讲都一样我们还是全力以赴让这个选举可以顺利进行，那我们也可以过关。总统，我跟您请教一下，因为昨天这个韩国瑜市长在他的造势场合不断讲说，跟他支持者讲说，如果您再执政4年的话，可能只剩惨。那总统你怎么看这样？我们执政这几年我们的经济是都在稳定的成长那我们的产业转型也都在进行当中。那我们在各样的国际平等也都有不错的成绩。那么同时我们在社会照顾上面，不论是老人的照顾，或者是小朋友的照顾我们都持续的注入资源，并且建立这个照顾的系统让社会照顾能够做得更好。那么同时我们也把国防还有很多国家安全的事务也都持续的在强化那整个国家是在进步当中倒是高雄市民想问的、想说的，就是市场在哪？我想问一下，总统有关这个国民党立委前几天到外交部抗议发生假手事件，还到急诊室被批评说是浪费医疗资源，然后韩国瑜还在急诊室里面说这个民调这部分你怎么看？显然这个不论是韩市长或者是国民党对于整个这个社会对这件事情的观感的感受是有落差那我想这件事情确实是一个不当的事情了那该道歉的就道歉那不要再回避这件事情了。我想请教一下，那个日本学者有提出来说，那个中国很可能会暗杀台湾的在野党总统候选人，有听到这样的一个情资消息传言吗？我相信在每一次大选里面，我们国安的人员还有我们所有的政府里面负责安全的人员，都会尽最大的能量跟能力来保护我们所有的候选人。那这个是一个国家整体必须要在选举的最后的阶段都要谨慎而且是严肃面对的议题。我想问一下，今年的那个经济论坛，然后工商界有邀请您出席，但是他们说因为您行程太满，然后